后来，这个陈其迈去拼补选，行政院副院长确定是由上强的吴子爽、经济部长沈荣津来接任。沈荣津伫经济部服务38年了，对产业是真熟悉。抗疫的期间，推动翠安国家队成绩真好，所以升官了。没有被告知了，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了，好不好？听我啦。 去到迄拼官讲，媒体咧问讲未来敢会升官？沈荣津当时佫拢无加讲，也毋随着陈其迈正式是行政院副院长，人事案伫今仔日确认。新任行政院副院长由原经济部沈荣津部长升任。 这位上强吴以上出身基职体系，伫经济部待38年，做部长进前，捌伫工业局加工出口的管理区服务过，嘛捌做过经济部参事甲中部办公室的主任。为基层做起，对台湾的产业真了解。疫情爆发的初期，快速组成翠安的国家队，得到相当的肯定。 苏院长呢，一向是拔擢9任公职，那从基层做起的优秀公务员。这位经济战将，估计嘛伫提振经济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那个相关的人士都由行政院这边来统一发言。 那沈荣津的会将由经济部处长王美花来承任，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伊，专长是智慧财产、商标甲专利等等。伫经济部嘛是为基层做起的，接部长了后，就要继续发挥伊的专长，嘛，互女性雇员的比例伤低，这个压力有小可减轻。